小龙乡这场宗教科技内面呢，有一个真神圣的身份，就是祭拜官这个角色。这祭拜官呢是乡考中军府的神职代表人，伫咧做期间呢，除了负责爱接送这的千岁爷以外呢，佮爱呢巡视17个角头24庄，代表王爷公行脚到守护地方的平安。 穿感觉一个官服，脚无颠倒，准备上马往金东殿参加就职典礼。伊是3年一科的丙午年小人乡上神圣的职位祭拜官。祭拜官是王朝期间中军爷的代理人，有半人半神的特别地位。要做祭拜官，唔是凊彩有法度，就要经过神明跋杯稳准才会当做。今年选到伊，因规家伙仔感觉会当替神明服务，是真光彩的代志。我给伊赞成啊，赞成因为神明服务啊。有2个主要的部将，就是一个文官，一个武官。武官就是我，比较祭拜官就是统领遮的武将啦，就是遮的官兵。 天兵天将。祭拜官的任务不简单，乡镇出门的时，负责送千岁爷出巡回来的时，嘛爱接驾。你甲妹拢爱奉千岁爷的令，骑马出去巡庄3夜，17角头，24船庄。透早因6点要出门，我6点就爱出来送千岁爷。出巡以后，我入来内底，嘛是爱稍做准备以后，我就爱准备出去巡庄。下暗爱去接千岁爷入庙。为了确保祭典流程无停档，祭拜官边仔叫3位师爷来斗3工，因着那像保镖共款，爱甲祭拜官看头看尾，兼爱指导伊入去王府的礼数。阮的任务就是讲，爱去甲祭拜官讲，你入去王府内底，对千岁爷的礼貌，入去王府你该安怎敬体。阮爱甲祭拜官伊的生活起居，拢甲伊负责好势。安排出行，上马下马，到各庙宇。 有需要去禀报的时阵，祭拜官袂当禀报，由师爷代表去甲伊禀报。这种姓氏祭拜官嘛特别伫徛假设祭拜官坛，嘛请主神来坐会。这座坛然后众神增加光彩，伫充满历史传承的乡考内底，嘛为地方祈求平安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